所有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夫妻來了》，我係 Rita 玉天。喺今日嘅節目當中 ，Rita 非常嘅期待，咪非常嘅感動哦。我哋來認識一個當後生呢一套大學2年生嚟嘅鋼琴演奏家，佢係安當優秀嘅客家子弟哦。本身佢有非常多嘅故事，呢幾年來得獎，韓國出自家嘅專輯。佢講呢，音樂係佢嘅目標，本佢再次看見世界，每本世界看到佢，你先來分享佢，大家係談佢講佢嘅生命故事，來分享幸運，分享幸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吳承運，我係承運。分享你。那幸運講呢，佢嘅生命當中，無論個個代代，雖然佢哋很當後生嗬，佢講佢做得繼續向前行，係因為佢有一個當溫暖、當支持佢嘅媽媽。來分享汪菊霞先生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汪菊霞。東方娛樂上節目係嗎？平常時看到菊霞先生和你小黃老師，因為係你當從業咧行業宣傳師，平常時都得教小朋友講客家話嚇。喺今日娛樂節目當中係來講幸運嘅故事嚇。咁係其實一開始嘅時節冇講到幸運佢到底佢生命故事明白嘅，應該按後生到底有乜嘅颱風嚇、颱浪嚇。其實你下幸運目主。看冇買清楚嘞，剩下大概0.01的視力是嗎？好，對，而且是周邊嗎？對，是旁邊一點點的視野，然後中間就霧霧的這樣。就所以你倆看 Rita 就是還蠻朦朧美的，Rita 都這樣哈，很正啊。我知道其實我一直 follow 幸運美，因為咧菊霞先生哈，因為把你見面，嘟好，唔啲分享到乜嘅。是開始講你自家心更多的事情咧，哇！講到我看到菊霞先生是經典夢街，可是我覺得你非常的堅強，因為孩子從14歲開始哈，就有一個叫雷博氏視神經萎縮症，好，因為按用目睭開始漸看唔到，該東西都來發生乜嘢事情，是怎麼樣發現的？承運怎麼發現？哦，就是好高。學校就有那個視力檢查表，然後就去診所量視力這樣，然後那個時候量就漸漸發現眼睛就看不太到這樣，然後才去很多大醫院檢查這樣。所以就確診是罕見疾病。對，就當真的時候就前後跑了好多家醫院，4、5家醫院吧，然後甚至中間還有醫院誤診成其他症狀，那最後榮總才確診是這個罕見疾病這樣。當然啦，對一個這個14歲的青少年來說，基本上有講哇，用可能係我冇法度接受。不過除了你之外，聽講先教係媽媽嘅嘛？唔記得我個按腳嘅事情咧。當好唔記得咧，老目睭調睇咧係嘛？因為你啊，目睭對目睭係越甜背啦，不過咧，佢平常時唔會到平常時一般嘅人面前咁嘅，因為佢家下講佢目睭看唔清楚，家下你睇則想法係想講近視。哦，近視。我就老佢講，因為我當模係咪排嘅係下年人嘛，我講我9年係有限嘅時間，我將來同你去本線上看。哦，所以像這些目睭看唔清楚，都係本線上看，其實有幾張年時間。差唔多幾兩年咁嘅。幾兩年，不過吼，從應講罕見疾病，有時講動少檢呢，它發生的幾率大概是多少？幾率大概幾萬人會有一個人發病，這樣。所以是幾萬分之一。對，幾萬分之一。哦，而且這是遺傳疾病是嗎？它是屬於家族性的。家族性，所以它是染色體裡面的一些異常，係嗎？它是粒線體，粒線體中間的一個位點突變的。哦，對你來講，發生咁樣嘅事情哈，當然應該厲害，大家看到承運，從2016年獲得這個傑出才藝獎。好，韓國2017年，又得到都有2016、17、18，好，又特別是考到清大有金榜題名獎。19年是出嚟新的樂章兩種專輯，哈，所以當年就在講都有得獎，都有肯定，哈，你係大家看到行出來，那個時候用什麼樣的方法承運讓自己覺得說，我以後我就來當音樂家、演奏家，我也不大家看到哎。
哦，应该要说那个时候我在16岁的时候也开始学习创作，这样，因为以前就有学钢琴，那之后有学创作。那时候觉得说，觉得把自己的故事或自己的心情用音乐表达出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所以我就这几年就不断的创作，这样，又觉得说我在台上表演可以获得很多自信跟很多能量，这样，所以说之后下定决心，那我要发一张专辑与大家分享我的音乐，然后就出专辑这样。那时候不会有很消沉吗？动是几也细节，怎么样让自己好像接受现在的改变，然后喜欢现在新的自己？很消沉，你指的是哪？从那时候发病的时候，会不会有觉得很消沉的时候？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说，你会不会关在房间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？但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好像并没有那种关在房间的时候，我反而都很快就出来房间的，就是说我很快要出来，并不会说消沉太久，或是就是或卡在那个漩涡里面。我很快要觉得说，那我要重新靠音乐站起来，然后面对新的自己这样。哇，而不你总上鼓励。真嘅，两边感谢爸爸妈妈，我觉得家庭是很温暖，不是应记起，因为你条记起机啊、疼手机啊，扶持他，他才能继续往前走嘛，哈。因为安尼的生意，安尼是安尼爱记，该妈妈应该不卡做哪都有努力陪伴幸运。实际上的做嘛个安尼是记起机啊，像讲平常时你问讲，用办袂用办陪电机。叫做嘛个，安尼讲好冇问题。你需要爱到时间，还是一天到碰顺填收呢？安样是配机啊、支持机啊，随时有买事情，你会亲爱到填收，一天一做在亲中爱到安样。哇！就是讲陪伴啦，然后就是支持相挺，找个类似该嘛该随时 stand by。哇，随时 stand by， 所以爸爸妈妈超爱你的，对不对？还行。所以按讲起来，其实本身也有动态安全感。每本机地讲，反正无论用半年或看年，完全支持你。该你没动达标哦，因为陈云你从2016年开始本台价看到你有动到的心机，所以16年算是该东西开始好创作吗？16岁，就2016年的时候。哦，所以一路喊过来，那这个新的乐章哈，我老手又已经老师堂嘞，我觉得用了地图很符合你现在很young的年纪，有一种很青春的感觉。对，你该东西给上了这种正式的时间，你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好像模型，希望带给大家怎么样的音乐？因为其实我在像我的演讲的名称叫做“新的生命乐章”，都是用“新”这个字去带出我的故事，还有我想传达的东西。因为我觉得像专辑背面有讲到说从心旅行啊、与心对话之类的，一直觉得说内心是心，就像我们内心的自己这样。那希望可以靠内心，大家都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。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张专辑，大家听的时候可以去探索内心的自己这样。应该还讲了袂吼，其实因为除了讲你唔系讲18、19岁安用婷婷，就会觉得你有一个好像有点老的灵魂哦。有人这样说过吗？用样讲过吗？没有这第一次。系吗？因为因为我19岁生也是当校教咧真爽的啊，好交朋友，好出去某强的所在。不过我们刚讲好像比较倾向内在遇见新的自己，看到新的自己，好，该种系某强的感觉。你知道系因为这个视神经的萎缩，有给你一些新的感受跟灵感吗？一定都有啊。像我以前可能就跟一般大部分人一样，就这样念书啊，然后玩游戏之类的。但反而是发病之后，我才真正去探索内心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想过怎么样的人生，这种感觉。跟妈妈按伫生活可能幸运哈，从佢细讲出来，一直到14岁以前，到14岁到近19岁，俩前后动态的改变系嘛个？改变咯，是记得啊，做在家庭去一家爱做买事情，像去细时节去红日唔讲，其实唔系去一家爱的，那就安排本去学该打击乐，嘿，是讲该小学以前，因为我总在下是本去学该钢琴。因为我唔自己又中意爱学音乐嘛，讲爱这样讲打坏他的胃口，音乐的胃口，所以我们就是先想班哦，果然是教育家哦，一定要让他喜欢音乐，然后再丢给他看他适合哪一种乐器。所以我们那时候，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是左撇子，所以打击乐可以调和他的手的力道，就是可以让他去均衡一下。所以鼓手大概小学应该先以后。
线上讲，哎，佢的音感不错，他的听力不错，我们一直安排给上开讲听。就1 by 1的1对1，其实1对1的上课，老师如果上课活泼的话，成一种爱啊，是动好嘞，动好，系啊。像该开始是开始好谈讲听嘞，唔讲好谈嘛，係功課，是講爸爸媽媽本嘅功課，係是講去愛練習，你講緊一定要練啊，冇練就唔得，你冇練是平時啱搞嘅天樣嘅，係啊。所以係從14歲以後，佢再一次攞鋼琴，算係正經動認真開始練。咩基本每個各種要個冇方便嘅話，要聽一場嘛，因為冇方便啊，有功課比較壓力大，所以他其實有聽一陣子，對。不過你下動態改變是講，地講自家想去做乜嘅？佢地講自己喜歡什麼東西，對。韓國動堅持咧，因為冇堅持，沒辦法完成新的樂章。對，你唔是很去練，佢自家會練。那個好吃困咧，不過很係會彈子出嚟。所以音樂真的讓你再一次看到新的世界，每本世界看到你，因為你下大家看，做得太紅人眼線，韓國做得做出自家想嘅音樂，你也是係多麼簡單嘅事情。等下將來呢，來同成員好好來分享你對音樂嘅藍圖，你想去做樣板嘅音樂，你想去帶本大家乜嘅，想去自家得到乜嘅，你一請大家聊一下技術上嘅福氣來咧。大家進到節目當中來，福氣來嚟，基本嘅來到咧，當後生嘅鋼琴演奏家吳幸運哦，喺節目當中挑選嚟咧，媽媽啦幸運，分享咧生命故事，非常感動嘅嗬。你再次來分享幸運 ，Hello，大家好。那媽媽她的愛與我們同在哈，媽媽體團出現，你還是時間完全高本幸運哈。幸運你從14歲開始，就是視神經萎縮這個罕見疾病、遺傳疾病哦，開始。視力下降得很快，是不是？就半年內，半年到1年就從1.0變到0.03、0.01哦，所以其實時間係一格嘅，每一年都會跟調整你的心態、你生活的方式跟作息哦。該你自家學習音樂，剛講16歲，就等於說你視力開始改變的2年之後，開始學創作。對。該你學習係樣板音呢？樣板音學習。創作這件事嗎？像創作是因為我有學那個盲用電腦，就是電腦可以把裡面的文字啊、裡面的資訊、電腦的資訊轉化成類似 Google 小姐的語音，然後報讀給我聽。那我就用那種電腦去查一些，例如和弦進行啦，或是和弦什麼樂理概念之類的，然後去加強我創作的知識。所以你的耳朵很厲害，念耳功動好，聽力很好。而且反而是發病之後才發現聽力有變好，這樣，因為以前沒有特別注意這件事情，就會覺得更專注用念耳功。就很像上天幫你開了，關了一扇門，會幫你開3扇那個道理。哦，係，我當下老幸運打嘴鼓，因為大白老給打嘴鼓，總係有笑容哈。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生命的態度，就是你很開心的面對每一天。無論樣板音，你就可以跨過去嘛，對不對？而且你沒當勇敢，因為呢，你現在應該說2020年之前，2019年養嘟嘟狗腿哈，你一個人獨自哦去台東旅行，係嗎？暑假的時候去都蘭那邊，台東都蘭。哦，該會東江哎，該你去該大會也是打工換宿嗎？對，就是我是用專場換宿，就是那邊有一台鋼琴，然後我就會彈琴給吃早餐的客人聽，這樣。所以你而家是趙新紅來吃早餐，韓國彈鋼琴，然後之後你也是享受那邊的風情，對不對？就是一起去海邊啊，或是一起去很多地方玩之類的。而且在那邊的時候，還有一個動神奇的事情是講，當然而家大會唔單淨係彈琴本大家彈聽聽，你未老該大會來銀行，好像有一位德國的打擊樂手。你的演衝，你們就一起玩音樂了，是不是？就那個時候我在，好像是某一天下午在那邊彈琴，然後彈一彈，就彈完之後我就坐在椅子那邊，然後就有一個哥哥，我就跟他聊天，德國人，德國哥哥，25歲而已，然後聊天，然後他就說他是一個就是
he's a drummer，就是鼓手这样。我说那要不要就是 freestyle 一下这样？他说然后他说好啊，然后我们就因为那边刚好有鼓，然后就用鼓跟钢琴一起即兴一段。哦，就 jam 一下哈，同时你也把面当又看到很自由的两个人就节奏配合得很好，所以你有发觉吗？其实搞音乐，你做的木著秘密。打开你的耳朵，韩国打开你的心，其实完全能够沟通对啊，就用音乐交流的感觉。所以用音讲就是音乐是能够非常直接去影响音的，所以你冇事要共动到位，冇事要看的音，好，你是打开你的心是做得嘞。所以在推动对你来讲，第一次独自的旅行是一招动态挑战，系吗？很大的突破。对啊，因为我第一次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，去那种探险的感觉，这样就一个人搭火车下去，再搭公车，然后就自己去找那间店在那边，这样。都好简单呢，该如何会金文音吗？一直问人。对啊，问10个人吧，10个人左右。因为对比哈，头前哈，妈妈讲哈，无论伫哪位哈，我们就是都 stand by 哈，爸爸妈妈 stand by 是记清你。该了白你一个人独自旅行，爸爸妈妈会动紧张吗？伊讲你真紧爱去哦，爱陪你吗？会不会说你真的要去，要我陪你吗？不会说要我陪我吗？应该是说要不要再找人陪你一起去，要不要找同学啊朋友一起去这样。但我原本就已经很想要，因为我以前就很向往一个人旅行这件事情。然后而且刚好看到一些同学啊也在做类似的事情，然后就说，那我也想试试看，然后就自己独自去完成这件事情。觉得你自己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了白呢，伫咧推动哈打工换宿，了狗场当中哈，我到地的，你冲浪啊、攀岩啊，你都去尝试。这个攀岩其实蛮特别的，它其实蛮需要木柱、你也手、你也脚，完全来配合都好。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开始？就是那时候就是那个背包客栈老板、旅行虫老板，他要找一个朋友，他们2个就要去那个彩虹瀑布、成功彩虹瀑布那边攀岩。那我就那时候就很主动，就跟就是跟老板说，那我可不可以一起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攀岩这样。然后那老板他应该不到0.1秒，他直接说好，走，一起走这样。对，然后他就开始带我们去那边攀岩这样，但那边超危险，就是那边可能完全没有栅栏，也没有一些防护措施，就可能一个不小心，下面就是山下，就是海边之类的，就下去了。但是老板他就告诉我说哪边有石头，然后叫我用身体去感受，甚至还拿一根树枝然后叫我去就是用树枝去感受说石头的深度，然后是的大小这样。蛮酷。也很难有一种野外求生的技能你有提到吗？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辅助。对，就那根树枝就陪我度过1-2个小时。哇，让你那种那变成传家宝。没有，他最后在我最后踏完最后一步的时候，他很神奇，就自己就断掉了。就很像陪我完成这段过程的感觉。好感动哦！超酷。哇，然后你贴上去之后，就是他会到一个阶段，好像有点攻顶的感觉。你是有爬到那个岩石上吗？就有很多的，它应该算有3段的瀑布。那我是到第1段瀑布，因为最后第3段那个老板跟我说，那个对我来说真的是那个3颗星，就是比较难的。然后他就让我在第1个就先让我在那边休息。但是虽然说第1个，但是那一个就已经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够挑战。对。自己爬上去又买冒险有感受吗？还蛮感动，因为觉得说自己又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可能我以前也不太敢做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下去了之类的，对，都怕危险这样。但那时候其实也现在很感谢有那个 Nick， 就是老板还有另一个朋友的协助，就帮我告诉我说石头或是告诉我怎么走这样，就有他们的陪伴，我才可以突破不可能这样。突破自己其实是蛮过瘾的一件事。就达到自己达不到的事情。刚一转来广播不看银堂，哇，爸爸妈妈应该一把冷汗，说你讲爱底刚开始唔会分去吃的。对啊，就原本老板跟我说回家不要跟你爸妈讲，不然他会被投诉。因为会担心啊，那里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。唔讲爱真紧会分去鼓励，您现实安样，您地讲下一秒或者是明天会发生某个事情。可是如果你做了一个决定，你很认真的去突破，而且完成它，
就会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嗯。哇，所以我启动你动勇敢。真运动勇敢就是一个新的突破。该你走音乐当中呢，唐工就在那个拍年的过程，也是有一首新歌的雏形了。就那个时候，就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先去爬另一个瀑布嘛，那我就一个人待在第一个瀑布那边。那时候我就一个人就拿出手机，然后就在那边哼旋律，然后就有一个小旋律诞生这样。所以已经在酝酿第2张专辑了。第2张专辑还在思考跟规划，但是渐渐有一些创作慢慢产生了，对。所以你下敢有嘛个目标是讲，比如说1年或2年要出1张专辑吗？但是蛮有趣的是，这张专辑其实也不在我的规划里面。其实我原本的规划是只有上架到数位平台。就是 KKBOX 和 Spotify 那种地方，但我就想说，那如果我第一次做这种发表我的创作这件事情的话，那我想要自己做大一点，我想要突破一件好像自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开始，那我也来做1张实体的好了，哇，所以那我就自己去跟公司联络啊，这样做这样，所以其实这张专辑也在我蛮意外的，对。哇，又是一个突破嘞哈。对啊，那1年后。预计会想年底开演奏会吧。哇，加油加油！你记起，李亮美老大家推荐哈，其中一首歌叫做《新的旅行》。你要跳歌曲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好吗？新的旅行就是它是我专辑的主打歌，然后它那首就是我在都兰那边完成的，在暑假的时候，就那边有，应该说那时候有台钢琴嘛，那我就。副歌的旋律，我就在那边创作出来的，就在那里的这旋律，我就在那边弹出来的，就几个音而已。但我觉得这旋律给我很多的能量，跟很多的，就觉得这旋律超好听的，就想把这首曲子完成这样。你唱慢一点，再唱一次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再来这旋律。好，因为走音没办法。走的凶水糖叶传是吧？这里面写到新的生命，新的旅行，在倾听中相遇真正的自己。那是心跳的声音呢。你特别有写说那是心跳的声音呢。你又一团两片，我们有一段影片，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。是希望讲，继续谈到陈云的音乐。不过刚好呢，陈云有跟这个德国的鼓手来一段 jam session 哈。等下节目当中 ，Rita 美老陈云有合作哦，聊一下其实转到鋪起來咧。
耶，刚好安利俩穷下了 Jam Session 俩 Reborn， 从这个专辑里面的 Reborn， 我们去做一个延展发想，大家有中意吗？好，他请掌声鼓励。哎，很好玩呢，因为觉得可以这样子 Jam， 就觉得很自由、很快乐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是第一次跟就是手风琴合作哦，人生第一次。有没有觉得手风琴音色很特别？还蛮酷的，对，就是要第一次就是去尝试说怎么样可以更好听的。我没当关系，让你穷下搞音乐，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界限。嘿，我没当期待讲你有新的作品。刚才Rita 都抢搞幸运哈，我们在这个节目都有个单元是你问爱问你讲，我想要请问陈云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将来想要完成什么事情？想要完成什么事情？你的梦想？梦想就是我梦想是希望可以把我的音乐跟生命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样就希望可以用我的微小的力量，希望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一点点的正能量，这样，甚至未来希望不止在台湾，可以到国外啊、东南亚或是其他更多的地方，这样。哇塞，心会动有影响力感应，有影响力的人，祝你美梦成真，而且你非常的努力做得，韩国你的加油哈，以后就靠这个带爸爸妈妈环游世界了哈，慢来去分享，刚好幸运广岛去慢来分享啊，分享生命故事啊，弹奏啊，其实你现在就在做了，好，厉害，有到医院当志工啊。对，之前有时间会去到医院当志工。嘿，中央扮演的志工，做得有嘛改？就是慈济医院那边有一台钢琴，然后我就会到那边当那个音乐志工，就会弹一些轻音乐啦，或是一些曲子给那边的病友或是小朋友听这样。所以一切都还持续着。最近比较少，因为之前忙专辑这件事情就比较少一点。那之后也会想再继续找时间去那边表演给大家听。其实走几棍哈，走尼棍哈，除了你说我们去服务人群，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力量，会回馈哎。那你有什么收获？就我觉得像因为我有时候在那边弹琴弹一弹，就会有一些，例如有一个阿公就跑过来跟我说，那你会不会弹那种？他跟我说弹什么？弹那个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然后我就说会啊，然后他就请我弹，那我弹完之后，他就很开心跟我说他很谢谢我啊，很感动之类的，所以我觉得说音乐不仅可以感动自己，也可以感动别人，这样很棒。动赞美，好像有一次你跟一群小朋友是不是？他说哥哥，你会不会弹什么歌？你一弹，小朋友就一起合唱了。对，有一次就我在某个夏令营那边就拿吉他那边弹，然后就很多小朋友围过来。陪我一起唱歌，这样全部一起来唱，这样，所以觉得音乐就是很有力量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很有凝聚力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该厉害哈，有脸书，有 YouTube，都是陈云自家的经营的，是吗？对，就是我有一个脸书粉丝专业叫吴成云 Charlie Wu， 还有频道，就都是我自己去设计一些行销策略啊，还有自己去经营的这样，然后回应都是我自己去亲自回的。哇，很严谨哦！所以你现在很用心的在经营 ，say him 哦，万心念梦想就是成为能够不断分享你的音乐、你的生命故事，成为有影响力的人。个人品牌。哇，个人品牌，动乐想法，可以想到个人品牌就是文创之路的开始，对不对？所以该厉害，有没有新的计划吗？有没有在计划中或已经开始规划的事情？像我最近有在找一些出版社，我想出一本我自己的书，自传，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故事的书，希望可以把我的故事用文字写下来，然后出一本自己的书，分享给更多人这样。那另外还有是，我预计想年底或是明年初想开一场我自己的钢琴演奏会这样。哇，加油哎！你都会有时间来完成哎。那其实看见了这种新的乐章哦，新的乐章这一张专辑，你是自己制作，好，韩国自己联络发行商。对，然后录音混音是你的学长乐让你弹修，是吗？是。通台给他改一下呀。你当时你觉得自己可能完成吗？当时我刚刚提到说，其实我们没有打算要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也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很难啊？想要出自己专辑会不会很难？但我就想，后来我就自己上网查很多资料，也有问一些有在做这件事的人，那我就说，那我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所以就开始找很多公司啦，找一些我的朋友帮我设计，找学长帮我录音等，然后就自己就完成这张专辑。哇，那你人缘也很好哎。你学长他们都跳下来，让你穷下来搬心。对啊，也很谢谢大家，只是朋友学长的帮忙。
嘿，係講努力做吼，我想你生活人全部為了談收你，吼，咁你下未跳過，你專輯當中一條歌曲叫做未完成的旅程，未完的旅程，未完的旅程，你下種專輯地圖的一條歌曲，我覺得我看到的時候就覺得，好動情又動到我想講，好像有很多話想說。因為那是我在高中畢業的時候所創作的曲子，這樣。那時候覺得，人生到一個高中畢業一個階段，然後發現其實自己的夢想啊，還有人生還沒結束。那希望可以用這首曲子來勉勵自己，也勉勵大家說，其實我們的人生旅程還沒結束，未完的旅程，這樣。那要繼續向前，就是繼續邁進，加油，這樣。這很適合當畢業歌曲，這個就是好像很勵志這樣，對不對？那歡迎喜歡這首歌的學校可以找我。對，你自己除了音樂創作，你有沒有嘗試作詞？比較沒有。如果要變成歌曲的話，可能要再寫一些詞哦。你剛剛都說想寫書了，走在期刊自己寫詞，也許可以試試看。那給記錄下來。嘿，大家你喺堂度，你節目當中正在播的就是這個未完的旅程哦。問大家，透過用音，問大家享受一下。很多買你專輯的聽眾，他們對你專輯的這個感受是什麼？有沒有留言給你？有，還蠻多人這樣留言，有人說，他喜歡就是未完旅程，有人說他喜歡那個 Reborn，就是我們剛剛表演那一首。Reborn 我也好喜歡，而且很有戰鬥力，就很有勁兒，都有感覺，很特別，然後就特別還在我 YouTube 那邊留言啊，說給我很多鼓勵啊，然後說很好聽之類的話，然後其實也給我很多的鼓勵跟能量，這樣。貴重專輯Rita 這個堂誒，我起到係有一個放鬆的感覺。那我每堂到幸運，就好像有在釋放自己的感覺。我每當起台講，當然你的音樂的這個能量會不斷的累積，會有下一個爆發的點啊。當然，家講要當到計劃了，但基本一看你的節目當好了這種細美樂章，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買得到這張專輯呢？就是這張專輯是實體發行，那數位發行也有。那實體專輯可以在博客來還有各大唱片行其實都預購得到，也都買得到這樣。那數位發行是我在 YouTube，還有在各大音樂平台 KKBOX、Spotify 各種都有。那歡迎大家可以上去聽我的音樂。好，還講上來陳雲他的這個親自簽名哈，大家做在自己有演講的時間，你有到處去演講嘛？也還講做在自己的臉書粉絲專頁跟你留言，也有機會，對不對？獲得簽名專輯。好，大家做在來留一點了。當然，最尾我想來邀請陳雲哈，跟所有正在看節目的朋友說一段話。你在音樂當中你的感受，有沒有一些要鼓勵我們所有朋友的？就是我覺得在這幾年生活以來，我從音樂感受到很多的不同的能量跟很多的想法，這樣。那而且我發現我不會一直去困在說我眼睛看不到的這樣，反而去發現我還有音樂，我還有聽力，所以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故事去勉勵大家說，其實我們不要看到自己所缺少的，我們要看到自己還擁有什麼，我們還剩下多少這樣。哇，非常感動，因為希望你來到節目當中，你係台紅人生，你係生活當豐富精彩，除了學教、做音樂，慢來做演講，分享佢生命嘅故事，韓國願意去做主角。我相信呢都係你一生命當中非常重要嘅養分，它可以成為你一直前進的一個很大的祝福。Rita 每祝福你在你音樂創作的路上，每一次都有新的火花，有很棒的作品，做對同大家分享，希望幸運。希望今日咪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共下來認識幸運，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安永視美音樂人。今日再次希望大家收看，邀請大家下，大家聽人欣賞來做認同了，愛麗絲講得了，拜拜，拜拜。